出发力，运通台中，上马上帅，我是米农阿敏。今日来到的嘉义嘅泰林，泰林哦，要换做米兰镇、米兰小镇。泰林同米兰有冇嘅关系呢？其实因为泰林两摆啊，种的嗰度的树囊树木很繁盛，又拄好伫嘉南平洋风吼，水资源丰富，体内又过好，所以种的嗰度的木的来生产米。哎呀，2、3、4年来啊，嗰度泰林人开始种兰花。天天的嘛是咪台湾兰花一个产地啦，甲泰林遐个地方还有乜个好搞好料嘅，今日哦，我就带大家去。吼，泰林也是个行人真是够快情的，不过唔怕。还有问到吼，也给恁个迄客家人的主通啦。这里就是我们湖底村庄的一个郭家祠堂。那这个呢，有我们郭姓祖先哈，他有2大房，所以我们这个说实在的，整个在湖底这个村庄，我们的郭家的这些子子孙孙。每天都还会轮流来这边给他拜拜。哦，来，我们来这边看一下。现在无特别查资料个嘛，唔会底下也未有过，也未有那个客家人底下。确实，我们这边客家人哦，你可能会比较难找。但是我们这边的建筑物哦，说实在真的都是很客家传统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建筑。我带你去看一下。好啊，好啊。来，我带你去看。走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屋顶有没有什么样的不一样？就是一个屋顶。来，我告诉各位哈，这个哈就跟阿云讲啊，你看这个屋顶，这个如果是老大的话，弟弟要跟哥哥衔接的时候，你看到我们这个屋顶，它会降下去，之后它又翘回来，他跟他的弟弟又衔接了，那个弟弟又把它又降来跟他做衔接，所以这个长幼要有序，对，长幼有序，这就是我们这个村庄的一个特色。所以你看哦，祠堂屋顶就特别的高，这个是在我们这边很有特色的一个客家传统文化的一个建筑物啊。那如果他们家就生很多小孩，有7弟8弟，那个不给我们就按印轮印车，那最后进去吗？最小的弟弟只能这样子蹲在家里面。哦，不是，所以我们注意给大家看哦，它的所有的窗户跟门都是一样的高度，它只是在屋顶上有它的特色。那我再带你再去瞧一个435户里面唯一一户哦，它的屋顶上面有一只麒麟，我带阿敏你也去看看。好啊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们下一站带你去。走，这边吗？对，走。好 ，Let's go。你家里为什么屋顶上面有那个东西？那是清朝时代，我的祖先来到下边头讨生我，当时是台湾治安无太好，外围看哦，恁这个偌家唔知是偌富裕的，都要来抢劫。我的都有亲戚伫遐做武将，而且讲好，我做一个纪念的，较好人了解讲，唔是好欺负的啦。最起底要有880年。但过来可以给姿势来拉弓嘛哈，拉弓安尼，有一点威武啦，很威武，看下不当个，人过来看到就讲哦，要赶紧
哎，动不起他的动不起子孙不能动他。哎哎，对对对，他们家拜拜也有拜什么三山山国王，国王嘿，哦三山国王。我是三山国王的信徒代表啦。哦，哎甲阿爸一听就会吓感人，不过因为那个环境啦，那个一定很好落下嘅。带着俊敏好去参观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主体内面所供奉的是三山国王大王，这雕刻原在是大陆那边的大陆的师傅移转过的，百几栋啊，他目前都要刻坏的啦。哇，甲今日你看到三山国王，还真是请到吓感人呢，真来拜拜一下，拜一下哦，来哦。哦，阿伯，谢谢你帮我介绍这么多东西。我这个工人哦，我感觉足公平的啦，感谢你啦，感谢。感谢啦啊！因为阿明哦，他要到下一站去，我们继续往下一站走，好不好？好，感谢，谢谢。小刚，安总，早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嘿阿敏，哎，你好，哇，你家给黑生菜沙拉给生菜吗？对啊，哇，这些有什么品种啊？因为我看这样子颜色好像不太一样哎。对，因为它最主要有红色跟绿色，第一个是摆盘起来很好看，再来就是另外红色的部分，它的花青素会比较多，吃起来就是比较抗氧化，还有一些养生的部分。哇，那你种那么多，所以我平常吃到的有可能都是你种的。有可能，那我们带这么多装备的意思是？生菜是要生吃的，所以我们要戴浴帽，还有口罩，还有手套，避免去污染到。那它摘下来在多快之内送到消费者手上是最好的？我们的标准的一个口号叫做活生菜。什么叫活生菜？就是它是活的，你回到家里它还是活的。所以你要吃多少可以摘多少。你用一个水杯放着，或是马克杯，它里面装水，每天给它水，至少活1个礼拜至2个礼拜，甚至1个月都没关系。哦，安尼10多就从先炸跟用呢？对。哇，那我今天可以跟你工作一下吗？体验一下摘生菜。可以。好，那老板你带我去工作。好，走。这是什么菜啊？绿皱叶。绿皱。很多火锅店还有那个汉堡店掉的。我光这样子看就有点想要烤一块肉来包来吃。这个烤肉也对哦，这是烤肉的吧？对，中秋节的时候销售特别好的一个品种。那可以请你教我要怎么摘吗？旁边稍微拨开一下，从底部拿着2个菜收起来了，1个菜就起来了。要很轻哎，会强那种，我吹会疏松啊。那我试试看这一颗。看这边就用左手下去拿起来就好了。对，很轻松愉快。轻松愉快。对，好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那我来监督你。你来监督我吗？对。有嘎恭维，轻松愉快。老板，为什么拉起来底下会有水啊？它是水根的啊，水根，所以它随时会保养一部分的水分。这是我们一个特殊的一个系统，它叫做养益薄膜式。底下是会有水，不过又水分不会太多，所以我们会有侦测器去侦测它哪时候需要水，所以我们再给它水。这些东西是你自己设计的吗？这个系统是从国外引进。来到台湾之后，我再修改做调整。所以台湾其实是可以把生菜种起来的。1整年的部分是可以，不过目前台湾可以很稳定生产，目前可能只有你的员工都已经到下一个都去休息了，我还在摘。包装，因为要最新鲜的时候把它包装。这边是米兰小镇嘛？对。就我的认识啦，应该这边是种兰花为特产才对啊。对。你会不会种生菜呢？其实现在还是有种兰花。你还有在种兰花？对，那时候在当文心奶协会秘书长的时候，常常到国外去参展啊，他会跟国外的一些厂商，我们要共同研究一些文心兰的开花机制啊，或一些生长的时候，特殊的部分他们会提供一些资讯。结果有一次他不传到生态的资料。那我觉得，这个部分在台湾我也可以生产，所以我就开始规划下来去做，到最后评估，在台湾是可以很稳定的周年生产。这些连锁餐厅，它要求的是菜稳定，所以我们刚好就符合这个，所以就是现在有台湾蛮多大型的连锁餐厅，
或是卖场，就是都合作这样。那也太巧了吧！对对对，影片1分传抽个资料，哎，就有了你的事业。那老板，你是客家人对不对？对，现在永定能命线，那还有我们增加的主题的一个圆楼，啊，甚至我们有过去追寻它的族谱。哦，啊，亚北和你有归斗吗？大林客家人，另外还有一些部落，像是治疗那边客家话说得很透彻。哦，啊，因为我们这里，闽南话之后比较大家就没有再讲。对啊，因为那个环境啊，有融合到了。对。哦，养人如黑暗呢。这是我女儿 Yuli，好，学姐你好。后续就交给 Yuli 来教你怎么包装了。好，没问题。哎，来，好 OK，我们包装的方式会有点像花束的样子，特别选用这种有针孔的塑胶材质，这样把它包起来，就是会避免菜跟土就是在运送过程中直接缠在一起，所以保持那个菜的那个新鲜的新鲜度，然后就把它粘起来，这样，就是我们这样就好了。就这样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出货。我们有带图、有针孔的方式，客人买到手上，回去用一个马克杯，然后装一点我们在喝的饮用水，然后就直接放着，直接吸，它就可以继续保存，然后甚至还会继续再长大。啊，你10个时间，他要吃的时候再自己摘，对不对？对，永远都是最新鲜的状况这样。你爸爸刚刚跟我开玩笑，他教我怎么把妹。真的吗？他说我追女朋友啊，是可以准备1朵生菜。他说你遇到你喜欢的人，就这样子，你是我的菜这样子。啊，他应该就是这样追到你妈妈的应，该是。所以你小时候就跟着这样做生菜了。我以前练体育的。练体育的，对，我也是哎。真的吗？我国中是体育班的。真的吗？我也是国中，我是读到高中。你读到高中？对，转大学会有一个体育独招这个部分，但是因为那时候我的那个羽球成绩没有到达那个上限，所以我就是没办法去参加这个考试。刚好我们那一届开始有召开加大的农管的公费生，对，然后我就想说，那我好像因为我对农业其实也蛮有。就是感觉蛮有冲击，那我试试看好了，也很顺利，就是考上，然后之后就是回来家里去工作的时候，发现其实农业真的蛮有趣的，而且它甚至我觉得比我对体育的兴趣更大。哦，自己很喜欢。对，没错。海家看，也喺我今年吼，去甲炸，去甲包装，去甲洗个生菜哦，哇，有奖么？哎呀好，就来好好享用伊啦。哦，过车加上辛苦的一年，又变得够好食咧。我今年来到泰林啊，来之前哦，我其实冇乜嘅心情啦，因为我底下一个地方嘅客人，我看唔出来，我请唔到，唔知我对来亏事。不过今年嘛算顺利哦。虽然讲啊无拄到要讲合法嘅人，但是我3年是嚟轨道嘅客人，不管係种出嘅调價，還係公太哥，還係老李總，因雖然唔曉得講合法嘅，但係因對客家嘅認同還係貴存咩？係大家吼嚟到泰林想要請客家，做得起前人，因一定會過年前嘅小街嘅地方本認識，小街人哋嘅客家文化本大家認識，哦，咁我也好。就嚟好好享用我嘅點心，健康嘅生菜。